3分38秒88的表现。今年刘德柱在国内的比赛。 好的，选手出发，刘德柱从今天比赛的一开始就要抢到前排，看着对手跑。男子1500米预赛的第3组，选手刘德柱现在还处在第2位，另外波兰选手科瓦茨克来到了第1，大集团的第3位是来自奥地利的托布莱尔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阿米连安 在前面会冲得那么的凶。刘德柱现在还处在第2位，马上要进入到最后一圈。哦，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哈桑，来自索马里的选手超到了第1位，在最后一圈他要开始加速了，但是刘德柱并没有掉队，刘德柱要追到最后一刻。 同时呢，他甚至有机会去冲刺，完成小组第1的争夺。刘德柱现在是处在小组的第3位，保持住自己的位置，保持住位置就好。他的终极诉求是追求一个决赛的席位，小组前4就可以进入到决赛。下了弯道之后，我们希望刘德柱能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身位。 刘德柱外道完成超越，现在已经上到了第2位。这个阶段，索马里选手哈桑的配速有一些掉，刘德柱保持住自己的速度，冲起来。外道也有选手在威胁刘德柱的位置，刘德柱把对手向外道去逼去赶，刘德柱上到第1，小组前2位完成冲线。刘德柱晋级决赛，这组3分44秒78。 这样2位中国选手谢东升和刘德柱。